大家好，歡迎來到微語頻道。唔少香港朋友成日鍾意飛去日本旅行，但呢排網上瘋傳日本漫畫家關於日本今年7月地震及海嘯嘅預言，搞到好多人好驚。究竟官方點講？今集就同大家拆解一下。首先，香港天文台喺今年2月14號發咗一篇日本南海海潮嘅地震風險同對香港嘅潛在影響。內容大意係，日本係地震多發區，舊年8月喺南海海槽西端嘅宮崎縣已經有過一次7.1級地震，日本政府仲即刻發咗巨大地震提醒。到3月31號，日本政府再公布最新風險評估報告話，未來30年入面，南海海槽大地震嘅機會由70%升到80%。最嚴重可以由沖繩震到福島，預計死亡人數差唔多29.8萬，經濟損失高達1.8萬億美金。跟住4月14號，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都有出公告，提醒喺日本嘅同胞同旅客提高防範意識，要學識基本嘅地震自救技巧，同時預先儲夠飲用水、乾糧同急救用品。貼信息來源：經常開電視、上網、聽廣播，留意地震同氣象預警，仲可以裝啲手機 App， 例如 NHK 地震警報或者日本氣象廳嘅推播，第一時間收到警告。熟讀避難路線，日本好多地方都有指定避難所，建議去旅行前喺酒店附近抄低避難所地址、路線，出事嗰陣最快逃到去安全地點。做好領事備案，用中國領事 PP 或者微信中國領事小程序做個海外公民登記，有事可以快啲同領館聯絡求助。行程同投資要穩陣，安排旅遊、留學或者考慮買樓前都要衡量風險，同埋留意當地最新防災資訊。總括嚟講，雖然而家無需過度恐慌，但既然香港天文台同中國駐日大使館都相繼發咗提醒同通知，我哋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如果真係非去日本不可，就要做到以下幾點：提前學識地震自救同避難知識，唔好臨陣磨槍。日本本地人自細喺地震帶長大，已經有完善嘅防災訓練同意識，而香港地質相對穩定，唔少人對地震防範概念未必夠紮實。做好萬全準備，儲備飲用水、乾糧、急救用品同抄低避難所路線，安全無小事。多多關注我哋呢個頻道，我哋會定期同大家分享更多有關地震及其他自然災害嘅常識同最新資訊。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等更多朋友都可以做好防災準備。下次見，拜拜。